西班牙一间餐厅咧表演伫披萨店配煞造成火灾，2个人死亡。另外，美国加州迪士尼的大驾灵咧表演喷火时阵是规只烧起来。中国驻法国大使罗沙亚接受专访，针对国际关系言论引起争议。有80个欧洲议员写公开批，呼吁法国甲赶出去。日本将举行冬季游行，有9万人参加。日本是G7国家当中唯一无承认同婚的国家，所以民众争取婚姻平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头起先来看2站5.6煞变成灾难的消息。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间出名意大利餐厅出菜时阵会表演特技，伫咧披萨顶悬点火。顶一日咧表演的时阵，却是烧到边仔装潢规间店都火烧，造成2个人死亡，12个人受伤。另外，美国加州的迪士尼大驾灵在表演喷火时阵，嘛规只烧起来。拄开始现场的民众，佫叫是讲是演出的内容。服务生甲酒喷伫披萨顶面，并且点火，那增加风味，抢客效果也吸引袂少网络红人来拍卡。这是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间意大利餐厅的招牌料理，无想却是变做火烧厝。餐厅大火，并且庆祝真侪高烟，人客惊到要死，赶紧走出来。看到人讲，伫当地时间伫暗时，服务生一手摕着料理，另外一手摕着喷枪，正伫进行黑暗披萨。桌边的表演时，却是伫几秒钟了后，无小心去点到边的装潢，造成这个壁甲天棚拢都会烧起来。消防人员伫这个意外内底救出12个人，结果有2个人不幸死亡，其中有6个人伤势真严重，送病院。另外一边现场观众是一直哪看哪惊叫。就伫个2日，美国传出火灾，加州迪士尼代表节目幻象奇观烟花大汇演进行到一半时阵，一只超过13公尺高的巨型的道具熊熊烧起来，火是愈烧愈大，野水也无法控制，也一直传出爆炸声。现场观众以为是另外增加的演出，一直到演出暂停，工作人员赶紧将游客疏散。游客才知影讲这毋是表演。加在游客甲火林中间有一条河水隔开，只有2名表演者小可去10条伤，需要部分园区关起来，无传出任何伤亡。火势尾也顺利甲拍熄，真正导火原因也有待调查。公视新闻深入配编译。来看另外一站社会消息，庆安有一个奇怪宗教，讲只要饿死就当见到耶稣，发生集体唔食物件死亡的事件。而且这死者是大人囡仔拢有，目前已经挖到47个人的遗体。这个教会负责人已经向抓起来。警方第3日东部海华城镇马林池又搁挖到可能是17个社教成员的尸体。在过去3天，听讲自愿要死的人是愈来愈多，其中也有囡仔，也救出真侪也搁活掉的人，因不因心内拢想要死。Closed her mouth firmly. Basically refusing to be assisted, wanting to continue with her fast until she dies. The first individuals who were arrested, they were charged with suicide. This basically meant that more out there who have seen this are afraid of coming out. So these are victims. These are not criminals. 这个互人讲是社教的家亲，国际教会负责人马肯西已经被逮捕。伊伫咧宣告的时阵讲，要死就当看到耶稣。马肯西反认犯行，要求保释被拒绝。伊讲伊的教会伫咧离去19年就关起来。警方伫咧沙卡赫拉的树林内面发现每间60个正浅的木瓦包，怀疑是追随者的尸体，其中一个带爸母甲囡仔5个人。Wakati tuko kwa hii kichaka na tunatembea, tunapoona msalaba mmoja mrefu na mkubwa, hapo inamaanisha kuwa kuna watu zaidi ya 5 wanyamazika. 肯亚当局讲，800英亩范围的森林是犯罪现场，已经规个拢封锁。根据地方媒体报道，马肯西伫顶个月因为2个有爸母监管，并且因为17而死亡的囡仔，向警方自首，并且被指控犯罪，表示10万肯亚先令，换算台票是2万3交保。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首相菅义伟向内阁支持率增加到50.7%，是8个月以来头一届超过无支持率。改善少子化对策受到54%受访者肯定。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的公民团体针对20到39岁少年人做调查，有91%对中国反感，对北韩反感的是88%。代表讲讨厌中国的比讨厌北韩的更较多。
英国《Times》报道，英国出动1200人的武装部队去撤离苏丹首都的外交人员，目前还有几落百英国人也被撤出来。说的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根据《纽约时报》的调查，中国新扎科学领域研究人员封闭甲新冠肺炎有关系论文，对国际期刊摕入档案。新冠疫情的真相愈来愈无法度厘清。上尾是《华盛顿邮报》，根据起哄外泄的美国机密文件，罗西亚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正在非洲利用煽动动乱扩大影响力，并建立反西方国家联盟。至少伫咧非洲国家已经有8据点。拜登预计是明仔要宣布并连任，这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Trump 甲拜登敢有可能去对决呢？根据美国媒体的民调，不少民众感觉讲，这两个人的对决无啥意思。现任的总统拜登是有7成无赞成伊个选，主要的原因就是讲，这拜登已经伤侪岁啊。但若是伊连任成功，等甲因2任做煞，就已经86岁啊。不过目前民主党是无啥大咖出声要甲伊拼党内提名。也若是 Trump 是有6成民众毋望伊莫阁参选，主要的原因就是伊的刑事官司。不过 Trump 共和党内有野心的人就真侪，亲像佛州州长德桑提斯目前声势就袂歹。伫咧因党内是有3成支持德桑提斯参选，应该是这 Trump 伫因党内上大的竞争对手。Stand with me, and on November 5th, 2024, we will evict Joe Biden from the White House. 拜登正式宣布竞选人员进程，表态挑战2024的川普伫非洲市场暗会演说，就目标对准可能高手的几人。You watch the rhetoric of this president of ours. He doesn't know what the hell he's talking about. He talks tough when you're supposed to talk soft, and he talks soft when you're supposed to talk tough. And he's all gaga. Then he walks off the stage. But he's supposed to walk that way. Go around. Where am I? 川普考试拜登显老，脑筋已经小到，也毋过拜登伫话就公布体检结果，讲有缘适合履行总统职务。Too much of what's happening in our country today is not normal. Donald Trump and the MAGA Republicans represent an extremism that threatens the very foundations of our republic. 80岁拜登是美国头一回年过80的总统，那连任成功，宣誓就职是已经82岁。那川普也只比伊细汉3岁。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上新民调发现，60%的受访者认为川普无应该想要夺回总统大位，也毋过也有70%的受访者认为拜登无应该寻求连任。另外，综合民调显示，有38%的受访者对于拜登甲川普可能个对决感觉真忝，2%9感觉惊吓，2%3感觉悲哀甲惊吓。这些数据拢会当看出选民认为川败国战无啥意思。也毋过，川普目前伫共和党内以过半民调大大领先非洲州长桑德提斯。川普顶礼拜伫非洲演说了后，直接到披萨店欢喜食披萨，有未少支持者到场表达支持。那拜登有计后礼拜二宣布到伫2024选战，公司新闻将回应报道。乌克兰甲罗西亚伫咧东部巴赫姆特交战已经几个月。罗西亚军长是讲，因已经推进几落的区域，不过乌克兰迄边是讲无，讲因坚守伫咧前线，无去互拍败。也若是当地因为战火升长，已经无一个完整的角势。不过，有关是有部分的民众无愿意离开家园，敢若会当靠军队甲志工帮战过日子。俄方决战巴赫姆特几个月，俄军自223连续2天表示，佫一摆伫巴赫姆特西部推进。不过，俄军前一天才公布影片，指出军队有原伫俄国表示占领地区活動會堅守到底。Коли працює міномет, вони в більшості не рухаються. Коли вони чують квадрокоптер, особливо вночі, вони зменшують переміщення до мінімуму. Так само і по 300. Вони своїх забирають, коли тихо, спокійно. Десь якщо в небі квадрокоптер є, вони його не будуть виносити. 路透社比对影片地点了后，确认是巴赫姆特，不过无法度达成翕的日期。巴赫姆特有真重要战略地位，那互俄军完全整合，战线强行扩大。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礼拜二强调，绝对袂放弃巴赫姆特。在战火摧残之下，大部分地区已经趴荒。虽然安尼，不过依然有百姓无愿意撤离。Так что я уже ничего не боюсь, я жизнь прожила. Не 70 лет.
куда мне ехать с моими болячками. Так что я никуда не поеду. Хоть меня и приглашают, друзья, приезжай. А что приезжай? 5000 где я возьму платить за квартиру? Это сейчас самая низкая цена, 5000. Откуда я их возьму? 四手家园除了破病经济负担，也是因为感情顶悬无法度放弃生活一世人所在。不过，留伫巴赫姆特日子免咧过日，居民今年靠占地厨房甲人道团体协助，当地援助志工议员咧设法说服，希望这民众能赶紧离开。公司新闻邱焕玲编辑。日本将举行4年来头一届大型的冬季游行，是有9万人参加。因为日本伫咧5月主办G7大工业国峰会，不过发是G7国家当中唯一一个无承认同婚的国家，所以民众就行街路抗议，认为讲日本伫咧婚姻平权万人真济，爱赶紧改变。这回是有10几个国家的驻日代表参加游行，咱国的驻日代表谢中庭是亚洲唯一一个就台声援的外交官。游行民众举标记甲彩虹旗仔，为东京大幕公园出发，向涩谷街路来展开游行。日本历史举行4年来头一摆完整规模的东京彩虹骄傲冬季大游行。今年主题是继续奋斗，一直到改变为止。主办单位预估有超过万人参与，因为今年日本要举办 G7 7大工业国集团峰会。说是 G7 中唯一无承认同婚的国家，民间希望借这个机会争取同婚合法化。日本は残念ながら G7 の中で同性婚あるいは同性カップルの法的保護を認めていない唯一の国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でこの G7 のサミットが来月5月に行われるわけですけれども、私たちはその G7 前にですね、政府が日本の国会政府が同性婚の実現のための大きな一歩を踏んでほしい。咱个驻日代表谢中庭头一摆参加游行，队伍中会当看到有来自台湾的马祖造型的表演者。谢中庭甲10几个驻日大使同齐上台声援，也是亚洲国家唯一上台外交官。自从2019年头一摆冬季游行以来，温准签订同性伴侣协议的日本城市，已经为26个增加到300个左右。不过，游玩无法度继承互相的财产，也无保证就医的权利。日本はまだなのっていうのも思われてると思うし、なんかもうそこも本当に早く変わ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でしょってずっと思ってます。I see a point in Japan's future like America where there is not straight marriage or gay marriage, there is only marriage, and it applies to everyone. 美国驻日大使也讹到日本，近日予一位乌干达同性恋妇女出示难民证明书甲居留证，希望日本政府也会当予所有的 LGBTQ 人士同款的待遇。公司新闻邓慧仁编译。墨西哥的总统欧布拉多，捌讲就任了后，就要甲前总统使用的波音787的豪华总统专机卖掉。经过5年，总算是找到人出台票28亿要甲买。欧布拉多讲，会用这寡钱伫咧三峡地区起2间公立病院。墨西哥总统欧布拉多伫个人的推特传影片，宣示波音787总统专机确定被予中亚国家，他一靠政府收购大约美金9200万代票28亿，会用这笔钱为南部散车的瓦哈卡州甲格雷罗州建造2座80个床位的公立病院。Nunca lo usamos nosotros, pero me hubiese dado pena. Lo digo sinceramente. 这架梦幻客机改装的总统专机是前任总统卡德罗2012年开2.2亿美金，大约代表花67亿的公家钱买的。继任者潘尼亚尼托是受益者，坐伊进行真济摆的出国访问，内部空间高贵可夸，甲总统套房的奢华设备会当比例，营运维护成本真悬。倒派游击队出身的欧布拉多伫2018年总统选战，就提总统专机批评精英主义政府的腐败，宣示家己当选，得以将伊卖掉，上任了后也真正开始卖。虽然拍价到1.5亿美金，也是无人买。当局捌发行乐透抽总统专机中钱，去年也想要用出租总统专机开生日趴，也是办婚礼的方法。5年了后，今仔日才总算找到买的人。Ya la transacción está cerrada, ya recibimos los recursos en su totalidad
se encuentran en la cuenta del instituto para devolverle al pueblo lo robado. 欧布拉多讲，过去总统享受高级椅啊，官员事后伫边啊希望完全甲人民团结的代志，会当各方稳准。也算是墨西哥政治伫伊领导之下已经有所改变，讲是新闻持续改变。为着减少塑胶对环境的污染，印尼马里岛有环保人士是利用回收的塑胶粪扫来起厝，阁有度假俱乐部发挥创意，把塑胶粪扫设计做家具甲装塔咧用的物件。 这间位伫巴厘岛海边外表真实件的厝，无讲你看袂出来，完全是用回收的塑胶粪扫所起的。无到四平的所在内底，面床、灶骹、浴巾啊，这设备拢总有。So this is all made from single-use cups, sitting in rivers, and it's fully equipped with some drawers to put utensils like plates, kitchen appliances. 岛上这间海保俱乐部更加把塑胶粪扫回收利用，完全该发挥。对食饭所在到伊到艺廊的装饰品，全部拢是塑胶废弃物所做，互人是大开眼界。 We look at the waste that is generated, and then we try to get creative about what we can do with it using science, design, different elements to say, okay, how do we minimize what goes to landfill? 巴厘岛对观光旅游兴起了后，河川甲海洋的塑胶污染愈来愈严重。 为咗民众感觉已经对海洋的生态造成真大威胁，开始减少塑胶来水环保。这间俱乐部直接附设工作室，将塑胶粪扫佮加工。像这真水的盘点就是因的杰作，真受到游客肯定。It's impressive, the initiative that the Barnese people, the hotels, and what most people around here are doing in terms of collecting and recycling waste. 巴厘岛民众希望减少粪扫努力，会使改善环境，更加希望会使互因的观光业永续发展。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电动车愈来愈时行，锂电池嘛愈用愈多，使真侪人去挖矿。不过，哥斯达黎加有一间工厂，互人合作都市内底锂矿场，伊是专门回收电子产品甲电动车内底旧去、后去的锂电池。 因处理过了后，就会当做新的电池，唔来当减少对挖矿、对环境的伤害，咪当解决废电池造成的污染。将笔记型电脑内面的电池摕出来，佮有手机啊内面的电池，全部拢放伫即个桶仔底，交予电池回收公司的员工，再转去工厂处理。这间伫中美洲国家 Costa Rica 首都卡塔戈附近的回收工厂，是30年前成立的。 最近这几年开始专门回收电子产品，还有电动车内面已经废弃的锂电池，将锂电池一个一个放伫输送带顶头。经过加气规个加护线了后，锂电池会变做安尼，将一寡塑胶、铜、铁、阿鲁米过滤过，留落来这种乌色的粉，就是会当用来制作新的锂电池的主要原料。Y es una mezcla de metales, principalmente óxidos de cobalto, níquel, manganeso y lógicamente litio, que son la parte fundamental de la batería. Y son metales escasos, de alto costo en el mercado, y por lo que son importantes recuperarlos. 事实上，即马世界各国拢想要开采锂矿，尤其是为着环保，开始要用电动车来取代过去使用汽油、柴油的车了后，锂电池的需求大量增加。锂，互人讲做是白色的黄金，是21世纪的石油。全球市场的介绍，为2020年每公吨5700块美金，起到2022年的每公吨6万块美金。 短短2年内就涨超过10倍，但是因为开采锂矿爱使用非常大量的水，对环境造成伤害。真侪矿场附近的居民嘛会反对矿井，所以参像 Costa Rica 这间回收厂，将锂电池回收处理了后，会当搁摕来制作新的锂电池，是真理想的做法。而且回收旧电池来做新电池，产生的碳排放量只有开采锂矿的1/4尔。 另外一方面，过去锂电池用坏了后，大部分都是直接当作粪扫弹掉。经过统计，全世界锂电池的回收率无到5%，造成环境的污染。这间回收厂目前每年会当回收1500公吨用过的锂电池，嘛，互 Costa Rica 变做规个中南美洲回收锂电池搁再利用的模范国家。记者甘恩恩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